Taste of Fat。8月13日，恒生指數今日收市25,396點，下跌43點，連跌第3日。恒指裂口低開152點，開市25,288點，開市價就係全日低位，收市25,396點，微跌43點，高低波幅有231點。雖然今日係跌市，但陽燭收。大市升嘅股票有862隻，跌嘅股票有1248隻。指數收跌，股票亦跌多升少。頭10大成交股票依次序係700騰訊控股、2800盈富基金、992聯想集團、3033南方恒生科技、2513智普、7709 XL2 南方海力士、9988阿里巴巴、100 Minimax WP、981中芯國際、1347華虹半導體。今日大市成交2637億，比上一個交易日增加21.6%。沽空金額363億，佔大市總成交13.8%，沽空比率比尋日減少6.1%。今日窩輪總成交42億4100萬，牛熊證總成交91億6900萬，窩輪牛熊證總成交134億，窩輪牛熊證佔大市總成交5.1%。如果將所有恒生指數窩輪與牛證成交總和，再減去 put 輪與熊證成交總和，相差有4億7800萬。最大港股通成交股票700騰訊控股149億，兩地總流入資金56億1600萬。981中芯國際南向資金淨流入8億3400萬。今日港股通淨流入36億6600萬。恒生指數雖然交易時段曾升穿20天平均線，但最後收市唔可以企穩。如果睇移動平均線排列，10天平均線跌穿250天平均線。14日 RSI 下跌至52.6， 14日 RSI 維持喺50之上已經25日。今日指數成分股最大升幅股票992聯想集團大升20.2%， 而第二、第三大升幅股票分別係322康師傅控股上升6.8%。1113長實集團上升3.6%。今日有5隻恒指成分股成交比10天平均值明顯增加，而其中1038長江基建集團上升3.5%，收市升穿5天、10天、20天、100天4條平均線，成交金額有1億4800萬。如果用10天平均成交金額作比較，今日成交增加80%，沽空比率由尋日21%下跌至16%。下圖包括所有恒指成分股，每一支巴嘅長度代表相關成分股佔指數比重，而巴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沽空比率。恒生指數成分股沽空比率最大3隻股票分別係66號港鐵公司、12號恒基地產、3號香港中華煤氣，沽空比率百分比53.4%、49.7%、46.4%。新一幅圖每一支巴上嘅百分比代表成分股今日嘅沽空比率和5日沽空比率平均值嘅比較，藍色代表今日沽空比率比5日平均值減少，而紅色代表比5日平均值增加。沽空比率升幅最大係316東方海外國際、2331李寧、939建設銀行，分別增加113.2%、93.9%、85.2%。指數成分股裏面最強嘅股票係2359藥明康德、669創科實業、19979龍倉置業，而最弱嘅指數成分股係6181老鋪黃金、2688新奧能源、2331李寧。如果將所有恒指成分股以 MACD 強弱分為4組，暫時弱勢嘅股票有24隻，轉弱嘅股票有36隻，轉強嘅股票有7隻，而強勢嘅股票有26隻。如果轉睇最大升幅港股，而最大升幅頭3隻股票分別係8189泰達生物、936佳兆業資本、679亞洲聯網科技，分別上升46.0%、32.7%、31.3%。今日行業表現喺115個行業裏面上升有39個行業。如果新去平均成交相對少嘅行業，上升有24個行業。Taste of Fat 第一部分大市簡報已經完結，第二部分為今日行業板塊表現。喺14個大板塊116個行業裏面，以平均收市價總結出表現最好嘅行業。如果有興趣，歡迎繼續收看。Taste of Fat。